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热烈欢迎校友返校，参加100周年校庆。真的是好久不见了。挺好的，真不错。这学校变化真大呀，以前这栋楼还没有呢。走了。裴老师，一会儿忙完了来找我。好的，主任。啊。裴玲，没想到你留下当老师了。我是行政。他呀，就是个打杂的。请拿好。哼，有意思，裴玲这个浪蹄子居然还为人师表了。当年他那些破事，估计现在没人知道了吧？哎，朱家，你爸不是校董吗？你不知道裴玲在这儿上班？你见过千金小姐会关注平民在哪儿讨饭吃的吗？切！不过我倒是听我爸说，这次周末野会以杰出校友的身份出席典礼。听说他一直单身呢。切，爸爸是校董了不起。玲玲，你别跟他们一般计较。没事儿。哎，典礼马上要开始了，咱们去后台帮忙吧。好。欢迎大家来参加首都大学100周年校庆。那就是周末野。没想到他这么年轻帅气，我还以为这种上了财富榜的企业家都是老男人呢。下面有请杰出校友周末野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末野，很开心能代表各位来参加100年的周年庆。这个周末野可真不一般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他们家本来9月都要破产了，他才上手5年，马上就逆涨翻盘，这市值飙升，妥妥的高富帅啊！哎，你们俩不是一届的吗？你们俩肯定认识吧？裴玲，你只能有我一个。谢谢大家。不，我们不熟。周总，好久不见，晚上我们有聚餐，一起啊？对啊，莫野，你去国外之后，我们就没有再聚过了。哎，裴玲，先别走啊，晚上我们一起聚餐。不了，我晚上还有事儿。你忙了再来呗，咱们都这么久没见了，你可别扫兴。下次吧。这裴玲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不识趣。边缘人物来不来都不重要，咱们几个聚就好了。我晚上还有饭局，下次吧。喂，主任。裴玲啊，我有事出去了，你把之前做的资料送到我发你的地址上来。好的。哎呀，周总，感谢你今天能赏光前来。哎，小裴，你怎么才来？资料呢？哎，周总，您捐楼的具体细则和选址规划已经整理好了，有空可以看一下啊。这是小裴，他负责经办的，也是咱们学校毕业的，好像和您是一届的吧？是吗？我没见过。哦，周总，今天有些晚了，要不您下次来学校，我们再详细的给您讲讲。我明天要出差，你可以路上跟我讲。
你有15分钟的时间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小裴，你负责送一下周总，路上给周总讲解一下。好的。去城南路的庆顺公园。啊，好的，老板。他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附近？周总，这是捐赠合同，您看一下。你念吧。您本次捐赠的支付方式是一次性付全款，冠名方式是由你命令后向导审批。大楼的选址在许愿树的南侧。讲清楚，许愿树的南侧在哪里？这里。他没有戴戒指，看来你也没有和他在一起。当年拿了我家的100万，还过得那么辛苦，看来你找的男人也没什么本事。周总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如果您不想再听方案，我可以不讲。你还是那么喜欢装傻充愣。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裴玲，这么多年你都不觉得自己很假吗？如果让周总不愉快了，我可以下车。你下。停车。开快一点。你谈恋爱啦？妈妈，你快要谈恋爱啦！念念不要乱说。我哪有乱说了呀？我看到了，开车走的里面有个帅叔叔。啊，那个是妈妈要接待的客户。是吗？可是那个叔叔看起来很生气呢。妈妈，你惹他生气了吗？对啊，所以啊，妈妈以后要更加小心，千万不能让他抓到小辫子。走吧，回家。外公！哎呦，哎呀，我的宝贝外孙女，回来了。外公，念念接到妈妈了呀。哟，念念真乖啊。外公，妈妈要谈恋爱啦。哟，那可是稀奇事儿啊。哎，念念，走，外公带你回去洗漱睡觉喽。哎呦。什么？你是说念念的爸爸？最近不要带念念去学校，我怕他会发现。玲玲啊，这些年，你为了养念念吃了不少苦。现在他亲生父亲回来了，周家条件又那么好，如果他肯认，他们不会同意的。我和他爸打拼一辈子，倾尽心力的培养他，不是为了让他找你这种出身的女人的。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？而且你敢未婚先孕，你想用肚子里的孩子进我周家的门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想都别想，我是绝对不会认这个孩子的。我不想周家给念念带来什么负面影响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呀，先生，有个叫祝佳的打电话过来，说我不在，挂了。好的，那我回复他，您不参加同学聚会了。等一下。哎，周家，听说你们家和周莫野他们家要合作？是啊，
我们准备合作联名款气泡酒。他哪是为了合作呀？我看啊，他是为了周末野。别不好意思了，大学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你对周末野有意思。只可惜啊，周末野那时候不近女色。哎，我记得他好像和那个裴玲好像有过一段。怎么可能？我从没见他们在一起过。哎，我见过他们俩悄悄暧昧过，没准是地下恋情。那你一定是看错了。不可能。裴玲是什么身份啊？周莫言怎么可能喜欢他啊？谁不知道裴玲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货色？对，我之前记得她在校外有一个男朋友，而且之前我还撞见了他们。哎，周总，来，这边。怎么就你们几个？我们几个特意早过来等您。对啊，莫言，上次你说没空，大家都没聚成，这次可得好好喝2杯。我不喝酒。裴玲，让你送个酒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不好意思啊，佳姐，办公室比较忙。是吗？我爸说你们行政就是混日子的，一点活做半天，你是不是偷懒了呀？裴玲，不是我说你，大家都是同学，在座各位都事业有成，你还只能干些跑腿的活，你真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。去，把酒倒上，有点眼力劲儿。我听你们主任说，你专门负责协议的事，难怪进度那么慢。原来一天到晚就在忙这些。不好意思啊，周总，我的确负责您捐赠的事儿，但这次是校董会亲自点名要我来的，我没法拒绝。上次的合同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，我劝你还是把重心放在工作上。上次时间比较紧，没有来得及问你。请问周总，您是对哪里还不满意吗？哎，行了，你们别聊工作了，吃完饭再聊。那个，裴玲，一块儿呗。他要回去修改合同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要加班。这裴玲，听说他一直独来独往，不和同学们联系的。就是，我看他呀。我还有事，你们先吃。莫言，你又要走啊？可是我原本是冲着母校的情谊才会捐楼，没想到贵校的校董这么不拿我当回事，让负责协议的专人跑来打砸。不是，我只是想……合同的修改意见我会发给你，你明天晚上改好之后发给我。加上。你不会以为我对你有其他意思吧？你以为我帮你解围是余情未了，可我没忘记之前你是怎么对我的，裴玲。我没这样想。我没忘记你在我最难的时候选择和我分手，打掉我的孩子，选择那个姓许的。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所以也请你拿出自己的专业态度，不要影响工作。
合同改好之后，明天发给我。给你介绍那么多门当户对的女孩，你一个也不要，婚不结，孩子也不生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妈，我的工作很忙，没空想这些。莫言，你该不会还想着大学时的那个女人吧？我没有，挂了。周总，我和张主任在资产部等您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，小朋友？我的蝴蝶，蝴蝶可不是那么好抓的。我妈妈也这么说，可我偏要抓。这么固执？天王老子都拦不住我。蝴蝶。好奇怪的感觉。周总，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修改好了，您怎么亲自来呢？您说一声，我让小裴给您送过去。我看裴小姐似乎很介意和客户联系。算了，等设计图设计好了之后，麻烦裴小姐尽快给我送过来。裴小姐放心，除了工作之外，我也不希望和你这种人有任何交集。哎，周总，周总，哎，你呀，哎，妈妈，抓到蝴蝶了！妈妈，我抓到蝴蝶了！爸，你怎么把念念带来了？我带她去公园玩，忘带家门钥匙了，只能来找你了。你们刚刚有看到什么人吗？没有啊，就我们两个。给。啊，念念乖，先回家啊。那我在家里等你哦。去吧。跟妈妈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走了啊。你真是个小贱人啊你！我真是小看你了，你还真敢勾搭周牧野啊！我和周牧野只是工作关系，就算真有什么，也不是你打人的理由。还在装？你当我是瞎子啊？看不见啊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份，想麻雀变凤凰，做梦！我告诉你，我家和周家好得很，岳伯母对我满意的不得了。你最好是别挡我的路，不然我就把你的丑事扬出去。什么丑事？我查过了，你未婚先孕，生个野种。你敢打我？再说我女儿一句野种试试！你等着，我要叫我爸把你开除！我要叫我爸把你开除！准备人流手术，请患者做最后的签字确认。玲玲啊，舍不得就生下来，爸养得起。咱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早已经是一家人了。如果不是你拿来的那100万，4年他撑不了那么久。你为你弟弟做了那么多，就当是我报答你吧。爸，我真舍不得这个孩子。
手洗干净喽。妈妈，你回来啦！外公做了红烧肉。怎么了，妈妈？妈妈好没用，可能要丢掉工作了。才不是呢！念念觉得妈妈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。好，那妈妈一定努力，再找一份新的工作。念念觉得妈妈一个人好辛苦啊，要是爸爸能回来照顾妈妈就好了。念念，爸爸他……念念知道爸爸他很忙，念念只是想让妈妈更幸福。好，只要念念开心，妈妈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嗯。念念，念念，念念，你别吓妈妈呀！念念，爸，爸，怎么了？念念浑身好烫，快送医院！医生，我帮他中风昏迷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？老爷子毕竟年纪大了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，目前能维持现状就已经很好了。谢谢医生。啊，资金链断了，你爸受刺激中风了，集团现在内外交困，你居然想着那个女人！我没有你这么没出息的儿子。你以为那个裴林很爱你吗？他可是干干脆脆的拿着我的100万，就答应打掉孩子，抛弃了你，抛弃了你。什么？他打掉了我们的孩子？妈，你在骗我对不对？莫言，我没骗你，你忘掉那个女人吧。妈妈现在只有你了，我们家需要你。法国那个酒庄，是我们最后翻身的机会。喂，医生怎么说？还是老样子。莫言啊，你爸估计后半辈子都醒不过来了。我年纪也大了，家里总是冷清清的。你要是成家了，有个孩子，该多好啊！妈妈也不是想逼你，只是希望你别总是孤单一人。妈，我知道了。我许愿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患者突发晕厥，念念，你别吓妈妈，家属在外面等待。我的蝴蝶！蝴蝶可不是那么好抓的。哼，天王老子都拦不住我。是那个孩子？难道裴林没有打掉他和我的孩子？医生，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病情已经稳定了，初步判断是心肌炎，情况需要检查之后才能确定。你们家族是有什么遗传病史吗？我母亲、我弟弟都有心脏病。我弟弟6年前因病去世，我母亲前2年也病逝了。这样，你们先办住院手续，我现在立马联系心外科。玲玲，你先别着急。念念不一定就是跟4年是同样的病。可是4年当年也是因为这个病。别乱想了，你先去照顾念念，我来办手续。快去吧。
请问您和病人的关系是？哦，是我孙女儿。啊，你填好放在这儿，我要先去送一下文件。哎，许平，孙女，是那个姓许的父亲，原来是裴玲和他的孩子，我真是自作多情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是那个，我去买点水啊。等你啊。都说你和一个姓许的外校生经常见面，就是他，你是为了他要和我分手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没必要再隐瞒了。脚踏两条船，还要收100万才肯放手？我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人。只要你说这些都是假的，我就相信你说的。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？像你这样的大少爷，怎么会了解我们这种草根的苦楚？我只不过是认清现实罢了。而且你家要给我钱，我为什么不接受？你有什么难处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是因为他比我有钱吗？别逞强了，周大少爷。我知道你家都快破产了，与其在我身上浪费时间，不如多为自己考虑一下出路吧。原来是因为这个，原来是因为我没有利用价值。裴玲，我宁愿我们从来都不认识。老板，老板，是回家吗？去公司吧。好的。我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我宁愿我们从来都不认识。脚踏两条船，原来是因为我没有利用价值。你有什么难处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是因为他比我有钱吗？姐，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有。是我不好，一直病着，让你担心我。傻瓜，别这么说。你放心，治疗费用我已经凑够了。姐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你别管了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初步结果出来了，是特性心肌病。这类病最终还是要靠移植手术。你别急，在等心源的过程中，我们会有很多保守治疗方案。不能移植。什么？移植不能移植？我弟弟就是移植手术2个月后突然去世的。我理解你的恐惧，排异反应是有可能，但是如果不移植，孩子最终也会。爸，念念和思念是同一种病，既然是遗传，为什么不可以传给我呢？为什么？玲玲，你要振作，现在的医疗技术比当年好，我们还有点存款，实在不行，我就去找周家，告诉他们真相，让他们出钱，咱们去最好的医院。放心吧，念念会没事的，啊。
什么？怎么能这样呢，主任？这没办法了吗？主任，这个月我想请几天假。裴玲啊，你被辞退了。什么？哎，这件事儿啊，我也很为难，实在驳不住你。校董会要求的，你也是，干嘛去得罪人家祝小姐？主任，我女儿生病了，我不能缺这个工作，我急需钱。哎，这个我做不了主，但我会申请让学校给你一笔赔偿金的。玲玲，这事儿是真没办法，我跟主任都据理力争过了。我表哥在这家高档餐厅工作，他们那儿缺人，薪资虽然不高，但是只是晚上上班，这样你还有空照顾念念。你先拿着，等你有了更好的去处再走就是。谢谢你们，是我麻烦你们。基本工作就这些，慢慢就熟练了。明白。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既然来了，就好好做。念念还需要钱，有什么能比没工作更差的？4位。感谢周总能赏脸吃顿便饭，我特意选了这一片最高档的一个餐厅来招待周总。周总，我们这个大区的季度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了。好，你们怎么一上来就聊业务啊？没劲！服务员，先把酒倒上。倒这么多，一会儿把我喝倒了，姑娘。你可得负责啊！不好意思，老张特意安排个美女来整我，是不是？你就别为难人家小姑娘了。哎，你还真是为了钱什么都干。周总，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请您不要这样。你现在怎么这么窝囊？当初的心气儿去哪儿了？哎，过来。我昨天晚上在学校外面看见有个男生在等裴玲呢。他不是一直单身吗？单身个屁，他可风骚了。你别看裴玲，他一副清纯样，背地里在学校外面可是左右逢源啊，关系啊老乱了。哇，哎，我听说啊，他家的关系可复杂了。哎，野哥，你那会儿收作业的时候，没看见资料吗？没有，不过我听辅导员说，他妈妈加了2次。你疯了！你刚刚说什么？怎么，你妈嫁2次不是事实啊？给我道歉！我凭什么给你道歉？到底道不道歉？我说了，我不会给你这种男女关系混乱的女人道歉。滚！周总，你在找我说话吗？周总，周总，你怎么打人啊？
看你不爽。你他妈的了不起啊！我又不是好欺负的。算了啊！快走！哎，你小子是真瞎呀！周总和那个女服务员一看就有事儿，你还敢跟他呛声，不要命了？只有这个，至少比毛巾干净一些。今天，谢谢你。给孩子治病很缺钱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猜的。不过今天这么一闹，你很难在这待下去了吧？明天行政部还有一个职位招人。叶哥，裴玲居然敢打你，他不知道你家和学校的关系吗？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。那是哦，以后都别瞎嚼舌根了。叶哥，你肯定对裴玲有意思。滚！啊？哎，去哪儿啊？裴玲啊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仙女，清高个什么劲儿？现在谁不知道你是个破鞋？既然你不肯跟了我，我就狗臭你！金波，你真让人恶心！哟，生气了？哟，只要你乖乖跟了我，以后我罩你，保管没人敢说你什么。你做梦！你已经得罪了周莫言，要是再得罪我，你大学的生活还想好过？我就喜欢你这样脾气大的，征服起来特有劲儿。一会儿上课你就乖乖坐我身边，不然我不保证一会儿出去说什么。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什么都没有做。你还真是不听话呀！别给脸不要脸！道歉。道歉。野哥叫你道歉，听见没？我让你道歉！好话不说第3遍。对不起，裴玲。以后不许再找他麻烦。什么？怎么？需要我把你威胁同学的事情报给教务处吗？滚蛋！
上次的事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看你可怜。现在不是和钱过不去的时候。裴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应聘的呀？我能叫手大开了你，也能叫云天不露你。费尽心思这么关注我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还是你穷人会装啊！天塌下来用嘴硬顶。我告诉你，我马上就是云天的合作方了，你拿什么和我斗？你好，女士，有什么为您服务的吗？我是风向文化传媒的祝总，来找你们周总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没有预约是不可以让您进的呀。我还需要预约吗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没有预约，我们总裁是不会会客的。你好，我是裴玲。你好，女士，我们总裁特意交代过，行政部在28楼。裴小姐，你好，我姓王，是这里的主管。听说您之前在首都大学工作过？是的，我之前也是干行政的。行，我呢一会儿还有个会，你先去填资料，那边是你的工位。刘组长，这位同事呢会负责带你，有什么问题尽管和我说哟。啊，好的。新来的啊，你好，我叫裴玲。我现在没空给你介绍，把这些资料按照地区分类整理好，然后送去总裁办公室。啊，好的。喂，玲玲，快来医院，念念昏迷了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念念，嘘，小声点儿。是因为供血问题引起的并发症，孩子太小，这样下去会引起器官衰竭。可是，现在还需要排队。你别急，念念运气很好，现在有种进口特效药刚上临床，对稳定病情很有帮助，而且对手术也有帮助。只是费用非常高，你准备一下吧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是念念害你辛苦了。怎么会呢？妈妈正打算来看你呢。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呀？念念放心，妈妈一定会治好你，带你回家。真的吗，妈妈？那我一定要听医生的话。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？让你去给周总送文件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对不起，我刚刚有急事儿忘记了。什么人啊，上班第一天就空。人是怎么招进来这种脑子不清醒的人？有急事你自己去跟周总解释，你是因为什么急事把他要的文件拖了5个小时？还不快去！好的。
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今天多亏您提醒我，那个裴玲果然是个不安分的，不然也不会被首大开除啊！我还能骗你？我看他今天又要被开了。哼。进。放这边。为什么这么晚才送来？家里有事儿。就算你家里有事，也不是你的借口。下次你至少找个人交接一下。知道了，下次不会了。算了，你回去吧。裴玲，值得吗？当初选择抛下我，义无反顾的和那个姓许的在一起，值得吗？现在为了孩子的医药费两头跑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孩子太小，这样下去会引起器官衰竭。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呀？念念，是你的孩子。念念，是你的孩子。你在说什么？我生的是你的孩子。当初你说分手就分手，义无反顾的和姓许的在一起，整整6年。你把我当做一个傻子，你觉得我很好骗吗？她叫裴念念，今年6岁，是个女孩，是在我们分手的前1个月怀上的。等我们毕业了，我们就结婚。所以，他当年没有打掉孩子，却骗我说孩子没了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做亲子鉴定。念念现在生了很重的病，需要很多钱。我没有那么多钱，但你有。所以，你自作主张生下了我的孩子，瞒着我整整6年。现在孩子病了，你跑过来告诉我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接受？对不起，如果你可以出钱救念念的话，我可以赎罪。如果周家不认这个小孩，念念的病好，我可以带他搬走。如果你愿意认他的话，我也可以放手不做他的妈妈。我只需要他还活着。裴玲，当初说分手的人是你，当初为了钱离开我的人也是你。现在你需要钱了，又跑过来找我，告诉我孩子是我的，你把我当人了吗？说话！你是不是又打算耍我一次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念念生病了，她需要钱，她需要父亲。亲子鉴定我会去做，但你最好别再让我发现你又骗我一次。天哪，这姐到底干了什么，能把周总气成这样？哎，我看裴玲啊，这次是完喽。裴小姐，今早已经有人来交过特效药的钱了，后续的治疗费用也已经全部预存了。交过钱了？说是念念爸爸的秘书，念念已经转去高级病房了，高级病房在楼上，我让护工带你去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到你了。妈妈，爸爸终于回来啦！终于。
我之前跟念念说过，你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。其实我和爸爸之前就见过了，只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。念念，对不起，是爸爸回来晚了。爸爸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以后不要再离开念念了。不会的，爸爸不会再离开你。谢谢。亲子鉴定我做过了，既然念念是我的孩子，我就会负责到底，给她需要的一切。上车。不用了。你现在什么状态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婚姻状况？我单身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他日子过成这样，果然是和那个姓许的分开了。身份证带了吗？带了。干嘛？结婚。结婚？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为了念念什么都可以吗？那做一个名义上的周太太有什么问题？为了念念的长远考虑，给她一个完整而稳定的家庭是关键。你难道想她出院了之后见父母还得两头跑？你母亲不会同意的。这个不需要你考虑。好吧。头发乱了。从今天开始搬去我那儿一块住，晚点我会让秘书把你的东西取来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，住在一起方便我们去看孩子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还有工作。哦。备好车，我去祖宅。啊，那是裴玲，他怎么还在公司啊？你不是说他要被开了吗？难道朱家是骗我的？快看快看！太太，我是老板的秘书秦薇，您方便把家里的钥匙给我吗？哦，麻烦了，需要什么我爸会告诉你的。好的，太太放心。这裴林不但没被开，还上位了。他跟周总到底什么情况？连秦秘书都给他用，什么情况？不就是狐狸精妄想嫁进豪门，以某人的身份，最多当个见不得人的小三，玩腻了就甩了。都没工作啦？一大早的在这儿闲聊，我跟你们讲哈，以后办公室不许聊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。还愣着干啥？工作去！得看紧点儿。要是让他们把周总的人给排挤走了，我这工作还要不要干？裴玲，干嘛？送文件。我来。什么？你结婚了？孩子已经6岁了。
你不是一直想抱孙子吗？现在孩子有了，自然连孩子妈一起认了。哪来的6岁孩子？你该不会被什么狐狸精给骗了吧？我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所以亲子鉴定也做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现在是一家之主，翅膀硬了。你不是来跟我商量的，你是来通知我的。我知道事发突然，你一时间接受不了，情有可原。那个女人是谁？孩子在哪儿？我要见见。等时机成熟，我自然会让你们见面。你这次把那个女人藏得那么深，你是还在怪当年裴玲的事情吗？是那个女人拿了钱头也不回的走了，是她背叛了你。我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是吗？你现在自己也做父亲了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妈妈的苦心的。莫言，当年家里内忧外患，你心思却全在那个女人身上，你要理解妈妈。你要理解妈妈。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企图掌控我的人生。莫言，妈，我考上首都大学了。这只是起点而已，不要骄傲自满。哦。爸，你看，做这种无用的东西有什么意义？毫无价值。周总，到了。先生，太太带来的东西全部都收拾好了，不过她睡在客房里了。知道了，随他吧。蜂蜜水，你准备的？这是太太睡前给您泡好的。你先休息吧。哎，他竟然还记得。谢谢你帮我解围，看你胃不舒服，请你喝蜂蜜水。莫言，我和你爸把你的木雕全部处理了，以后不准再玩木雕了。周莫言，你东西掉了。垃圾而已，扔了。这么好看，怎么会是垃圾呢？你觉得好看？好看啊！我看你雕了一节课呢，像个艺术家。艺术值几个钱？可是热爱是无价的。裴良，我喜欢你。
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，就是医院打来电话，说念念打完特效药之后，病情稳定了很多。如果有合适的心源，随时可以手术。真的吗？谢谢你啊。你不用跟我说谢。念念也是我的女儿。早点睡吧。姑妈，太太对海鲜粥过敏，下次不要再做了。好的，我给太太换一碗。太太，吃饭吧。很重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一起走吧。我要先去医院看过念念再上班，已经跟王经理抢好假了。好，那我让司机接送你。不了，我怕被同事看到议论，我自己打车吧。我怕被同事看到议论。小心！看什么？怕被议论。他这是又不想公开。老板，今晚新品发售前的品酒会已经准备好了。知道了，你去接太太，通知她和我们一起。好。太太，总裁他结婚了？什么？之前总裁不谈恋爱不结婚，不都说他喜欢男人吗？难道总裁是个双？好家伙，有钱人结婚这么神秘的吗？惊天大瓜！我们万年单身的总裁居然秘密结婚了！到底娶了什么人啊？藏这么严实？哼，我只知道有些想钓金龟婿的狐狸精要竹篮打水一场空喽。大家都知道，周末也该不会以为是我传的吧？太太，请上车。你怎么来接我了？太太，晚上有个活动，周总要带女伴，让我来请您出席。可是我要去上班，一定要我去吗？请您放心，您的工作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衣服也都给您准备了，品牌顾问正在家里等您。装点门面也是周太太的职责之一吧？好吧，麻烦你了。你好，请问有登记吗？裴玲。啊，请进。今天品酒会啊，来的都是年轻酒业的老板。云天集团呢推出了新款酒，专门做年轻市场。不过呢，品酒啊倒是其次，主要是招商。
谁要是能抢到和我们周总合作，那可就飞升了。我听云天的人说，周末也要结婚了。怎么可能？叶阿姨上周才说要帮我牵线，是哪个不要命的人敢这么造谣？哎呀，我的佳姐，我就是八卦一下，谁不知道你跟我们周总才是天生一对？那是当然。叶阿姨说让我多和木野交往，这摆明了我就是周家的儿媳。这外来婆婆都肯定了，那这次合作肯定非你莫属了。他这个穷鬼怎么会在这儿？裴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还真是死性不改呀，非要往不属于自己的圈子里硬凑。哼，今天是哪个大佬带你来的呀？不说话就是默认。看来是工作接连丢了，改卖身了。裴玲是我妻子，以后嘴巴放干净点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俩结婚了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我没那么闲，祝小姐。我提醒你，裴玲是我妻子，以后再找她麻烦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没事吧？那个裴玲，这是不是以后要叫你周太太了？周总，你暗度陈仓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把裴玲娶到手了，也不和老同学通知一声。你真是个见风使舵的马屁精。祝总，这多好呀！你看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们还有事情，先失陪一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祝总，与其和我较劲，倒不如想想自己。你之前3番5次为难裴玲，刚刚看周末也那护妻的样子，你们这合作计划怕是泡汤了。有功夫啊，多想想自己吧，到时候可别怪我后来者居上。贱人，裴玲攀上高枝了，了不起啊！我照样能给他拽下来。周总，这款新品的酒盖很别致啊，这个设计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我年轻的时候有雕刻的爱好，虽然没有一直坚持下去，但是有人跟我说过，热爱是无价的。可是热爱是无价的。所以在给年轻人做这款酒时，就想起了自己年少的执着。做给年轻人的产品当然要强调个性，不愧是周总，希望能和您合作。失陪。想说什么？以后这种局会有很多吗？你不喜欢？我不太擅长交际。你不用擅长，你只需要站在我身边就好。今天差点给你添麻烦了。没关系啊。我挑合作伙伴是要看人品的，祝家那种人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还是谢谢你替我解围。没关系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不尊重你，就是不尊重我。可是，
我们是为了孩子才结婚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觉得，你以后如果遇到了……我没这个时间。还是说，你想有别人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在这座城市，你找不出第二个比我更有钱的男人。那个仙酒瓶的瓶盖很漂亮，是你亲自设计的吗？你要知道，企业家最擅长的就是讲故事。我接手酒庄之后，每天都在自顾不暇，哪还有空管什么热爱啊？所以，那个故事是假的。不然周太太以为是什么？是觉得我对你旧情复燃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把念念的事情讲给我，不就是在赌我念旧情吗？现在我什么都有了，我想知道为什么。当年你为了钱，为了别的男人抛下我，却又义无反顾地生下了我的孩子，为什么？他是想知道以前的事情吗？其实我和许思年……够了，裴玲，我还没兴趣听你和别的男人的故事。什么事？周总你好，我是法务部的 Jason， 我受您母亲，也就是董事长叶全英女士的委托，来替您办理婚后财产保全。老板，是您母亲。接。Jason 到了吗？到了。你既然不想让我见儿媳妇和孙女，那我也有权对周家的财产进行婚后保全，以免被来路不明的人搞出什么重大损失。我以你妈和集团董事长的名义，要求你配合 Jason。叶女士还真是够专业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挂了。周总，周总，都是工作，请您理解啊。这样，我这边只需要您太太的个人信息。您看 ，Jason 是吧？我看你是不想在云天法务部混了。周总，周总，我知道您不想董事长为难您太太。作为男人，我非常的能理解啊。这样，我只处理您太太的资金账户还有股权问题。您看这样做可以吗？老板心情不好，闭嘴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让我勇敢一点。周总，作为公司的法务部，我有责任告诉您，您必须把您太太的个人信息告知于我。我跟他也不是很熟，你自己去问他。不是，快走！不是啊，怎么老板跟老板夫人不熟似的，还让我亲自去问？老板娘在公司吗？啊，这……老板和夫人好像吵架了，你小心点啊！被开除了，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。你……哎呦！
这不是法务部的李总吗？怎么会来我们这儿呢？我来找老板娘。老板娘在我们这儿？嘘，我自己还有事儿忙，你自个玩去。在忙吗？在忙吗？啊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法务部的 Jason。哦，你好，您走，叫我小杰就行了，这么客气呢。裴丽居然是我们老板娘。对了，这呢是董事长让我拟定的婚后协议，老板让我先给你拿来过目啊。这婚后协议签了，以后离婚不会净身出户吧？您坐啊！没想到您这么配合我的工作，简直是平易近人呐！这样，你先忙，我不打扰了啊。那个王经理，我今天有点急事，可不可以请个假？嗨，你还请什么假呀？以后啊，你想去就去，不用特地跟我说的。啊？别耽误正事儿啊！姐，来，我送你，来吧。被董事长防着，算什么老板娘？就算嫁进豪门，也被人瞧不起吧？哼！喂，周总，您上次让我留意的是，对，我今天看到。周总，老板娘她已经签好协议了，您看一下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咱就可以签了。他仔细看过了，看了，老板娘她看完就签了。他说了什么？老板娘她说，她说可以了，谢谢。你的不好，重新拟。啊，这没问题。请问，老板，太太在哪儿？好像是去医院了。你要接太太吗？宝贝，我来啦。妈妈，咦，外公呢？外公回家休息了，今天妈妈陪你。妈妈，我好多了，什么时候能回家呀？再等等，很快的。爸爸来了。念念，对不起啊，爸爸最近工作忙，没时间来看你。没关系的，爸爸，等我出院后，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啦。第一疗程的特效药今天已经全部用完了，麻烦家长过来签个字。我来吧。去吧，再休息会儿。小心点儿。爸爸，怎么了？没事。爸爸，你不在的日子里，妈妈一个人带着我，真的很辛苦。你不要让妈妈伤心，好不好？好。放心吧，只要妈妈愿意，爸爸就会一直守着她。难道那个姓许的早就去世了，所以裴灵才一个人？帮我查一个人。是。算了，如果是真的，我和一个死人争什么？我今晚不回去了，我要在医院陪念念。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
念念说你捡到了我的钱包。里面的照片呢？还给我！开车！如果他知道我不止骗了他一次，只怕会更生气，到时候可能连现状都维持不了。太太吃了吗？早餐是热着的。谢谢吴妈，我吃过了。那个协议，杰森说要重新签，所以我想加上一条：若甲乙双方协议离婚，关于孩子后续的治疗费用……怎么了？现在就开始想离婚之后的事了？既然要你协议，我觉得还是尽量全面一些比较好。全面？好，我会让律师一条一条捋好再给你签。太太，那早餐收了吧。是。一个谎要用更多谎言去遮盖，不如将错就错。周总，我又修改了几条，我尽量的保证夫人的权益，但是你知道的，董事长他得过目啊。离婚的地方不行，还需要再加几条。明明已经加了这么多，还要加。李总，一来就谈离婚嘛？闪婚闪离，这么刺激的吗？嘘！我早就说过了，裴玲坐不稳老板娘这个位置的，等着看好戏吧。老板，风向文化传媒的祝总到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他3天前跟您预约过的，想找您谈合作。让他进来。牧野，关于跟你们的合作，我觉得贵司的企业文化与我司不符。如果你是为了裴玲拒绝我，不如先看看这份文件。谁允许你调查他的？你别生气，毕竟我们2个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爸和你妈又是老朋友，我只是不想看你受骗罢了。牧野，我是真心为你好的。裴玲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竟然有一个6岁的私生女，就连私家侦探都查不到孩子的亲爹是谁，难怪大4那年她休学了，原来是去生孩子了。就这种女人，叶伯母肯定不会认可她的。这些我都知道。能说些新鲜的吗？你都知道，你知道你还和他结婚？因为那是我的女儿。什么？你的女儿？我不信，他肯定是骗你的。我都查过了，他出身那样的家庭，母亲结婚2次，又有继父又有弟弟，弟弟还是遗传病死的，真是晦气极了。这样的女人你也要？
弟弟。弟弟，千真万确，不会有假。你以为那个裴林很爱你吗？他可是干干脆脆拿着我的100万，答应打掉孩子，抛弃了你。其实我和许思年里面的照片呢？是弟弟。不是因为移情别恋，也不是因为钱，而是为了救他弟弟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以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合作的事情我也会找别人和你谈。钟牧野，你想干什么？当年拿了我家的100万，过得还那么不幸福，看来你找的男人也没什么本事。我没忘记你在我最难的时候选择和我分手，打掉我们的孩子，选择了那个姓许的。你是为了他要和我分手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没必要再隐瞒。是你的孩子。你自作主张生下我们的孩子，还瞒了我6年，现在他病了，你才告诉我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接受？如果你愿意认他，我也可以放手不做他的妈妈。他生病了，他需要钱，他需要父亲。我怎么没有早点发现？太太呢？太太说想睡觉，在客房里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到底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根本就没有别的男人，许思年是你弟弟。他都知道。看着我，裴玲。对不起，是我自己接受了叶阿姨的条件，选择了放弃你。没有我，你一样可以过得很好。可是思念如果没有那笔钱，就要没命了。思念，思念，思念！别打扰我们工作。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说是心脏病，医生说要100万，这怎么办呀？你说我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？爸，你放心，钱的事我来解决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带着我嫁给继父，他们生下了思年，所以我们不同姓。直到我高1的时候，他们感情不好，离了婚，闹得很不愉快。我跟了妈妈，思年跟了爸爸。妈妈不允许我去找他们，所以大家并不知道我还有个弟弟。我读大学之后就不住在家里了，思年偶尔会私下来找我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并不想让人知道这些。
可你弟弟需要救命钱，你可以找我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哎，你知道周末野去哪儿了吗？什么？周末野他去哪儿了？他好像上课接了个电话，说家里有事儿。喂，喂，你回家了吗？我爸中风了，下了病危通知书。怎么会这样？家里资金出了点问题，不过我会想办法。你找我有事？没事儿，你先照顾好家里吧。好啊，我不在的时候，照顾好自己。等我回来。好。后来，我跟我爸找亲戚借了一些钱，暂时稳定4年的情况。可没过多久，那笔钱就花光了。所以我妈就找到你，逼着你和她做了交易。就在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打算借高利贷的时候，叶阿姨来学校找到了我。拿着这100万离开我儿子。叶阿姨，我尊重您是他的母亲，但也请您尊重我和莫野之间的感情。我和他爸打拼一辈子，倾尽心力的培养他，不是为了让他找你这种出身的女人的。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？而且你敢未婚先育，你想用肚子里的孩子进我周家的门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想都别想，我是绝对不会认这个孩子的。叶阿姨，我没有这么想。别叫阿姨。如果没有你，他的未来会美好100倍，但现在因为你，他连我都不理了，你就忍心把他拖进泥潭吗？如果没有你，他就会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联姻，顺利的度过这次难关。但是，如果选择了你和你那个无底洞的家庭，他会吃尽苦头。请你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情，你放过他吧。叶阿姨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但莫野他是人，不是设计好的工具。我不想让他伤心，也不想背叛他，也没有权利把他让给任何人。喂，玲玲，你弟弟要不行了！什么？我马上到。爸，怎么回事？4年昨天不是还很稳定吗？不好意思，请不要打扰我们工作。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，刚刚中心通知我有合适的心脏了，明天就要动手术。你们赶紧想办法去筹钱，否则错过了这次，可能等不到下一次了。医生，我们还没有筹到钱，能不能等等再？赶紧去想办法呀！你知道遇见一次合适的心脏有多难吗？病人现在看着还行，是因为他还年轻，否则发作起来随时可能会死亡。赶紧想办法。亮亮，我把能借的亲戚都借了个遍。你上次说能凑到钱，是不是真的？爸，我试试看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。喂，叶阿姨，你说的那100万，我现在就要。对不起，
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，我还是选择放弃了你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你妈说的是对的。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，比我更好。没有人比你更好，是我不好。当时家里太乱了，没照顾好你。从我和叶阿姨谈条件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没有资格跟你谈感情。可是念念，她还那么小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让她……都过去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护好你们。我哪儿都不去了。等念念好了，我带你们一块儿去国外。念念还要上学呢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都大张旗鼓的带他去品酒会，你还怕我知道吗？孩子呢？在病房里。怎么，想把他吵醒啊？拿着我的钱却不守信用，偷偷生下孩子，再借机上位，你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去楼下等我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念念。念念。念念。怎么会病得这么重？医生怎么说？在等着换心脏。医生说手术愈后会比较好。妈，当年裴玲拿着那100万，是为了救他弟弟。他弟弟当年和念念一样，在病床上等着换心脏，所以也请您理解他。那后来呢？当年的医疗水平没有现在发达。那我们必须给念念用最好的药，请专家来治。我年纪大了，受不了这个刺激。那是自然，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。不过爸，也请你不要再为难裴玲了。当年分开之后，他独自带着念念6年。如果不是念念病了，他绝对不会再来找我。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你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当然觉得他好了。有些事啊，我必须找他单独聊聊。你看着念念，我去找他。好。当年的事，彼此各有难处，我希望你能理解。我明白。你弟弟的事，我很抱歉，但是你也别怪我对你有偏见。莫野一次次的打钱给你家里，我很难不多想。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钱啊。你不知道，你妈妈经常找莫野要钱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妈跟你说什么了？
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告诉你什么6年前，我妈发现我们交往之后，私底下找过你，还问你要过钱。我知道你跟你妈妈的关系不好，可那是你妈妈，她过得不好，你也会不高兴的。这些事我都不知道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可以补偿我了。周总，新品的销售量已经远超我们的预期。总裁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他最近心情好像特别好。老板，知道了，再接再厉，出去吧。总裁，今晚海外商务部的人会过来，咱们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不去了，我老婆在家等我吃饭。好的。有老婆了不起呀？老板，首都大学那边催办了，您捐的大楼命名一直还没定。心心念念，就叫念心楼。好的，那我通知那边的经办。对了，把 Jason 喊过来。正巧，他正在门边等您。周总，关于离婚那个部分呢，我增加了。都删了，不知道。不要了。啊，这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辛苦。把资产隔离的部分全去掉，给乙方加上股权权益。可是董事长那边的，让你加你就加，董事长那边不会再有意见了。好的，好的。还有，我要成立家族信托和先心病慈善基金，你们法务部准备一下。哦，好。这变得太快了。清楚了。那你先忙，提前恭喜了。周先生，有合适的新源了，今天下午就可以安排手术。马上准备一下。爸，爸。别担心，手术室已经约好了，你们谁来签个字？我来吧。陈医生，手术的成功率……我们心外科手术团队经验丰富，术后和愈后都比较理想，请你们放心。辛苦了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保佑我们家念念平平安安，从此摆脱病魔。爸，你放心，念念一定吉人天相。念念，念念，妈妈，爸爸，我害怕。念念不怕啊，你一醒就能看见爸爸妈妈了。念念不怕，等我好了，我跟爸爸一起去捉蝴蝶。各位家属外面等候。念念不怕啊，念念没事儿。快准备心肺复苏，赶紧去血库取血。快给血库打电话，我们需要更多血浆。等会儿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具体情况我不知道，麻烦你先等等。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啊？不怕，不怕，念念一定会没事的。做母亲的不能先倒下。裴玲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孙女动手术，你怎么也不通知我来啊？你一定要撑住了，为母则刚。不论什么情况，你一定要替念念撑着。况且，老天一定会保佑念念的。我明白。医生，我孙女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患者状况稳定。辛苦了，医生。太好了！哎呀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哎呀！先回去睡会儿吧，都已经守了1天1夜了。我答应过念念的，要在这等她醒来。我要让她醒来，第一眼就可以看见我。念念，念念，念念，妈妈，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。什么梦呀？我梦见我在一个黑黑的地方迷路了，是舅舅把我送回家。他跟照片上长得一模一样，还对我笑。是孙女，你放心，舅舅要是知道你没事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要快点好起来，一起去跟爸爸捉蝴蝶。好，等你好起来了，爸爸和妈妈一起带你去捉蝴蝶。嗯。裴林今天又没来，人家可是老板娘，哪用得着像我们一样天天打卡？裴玲，过来，看他，把这些送到营销部去。可是，这些不是已经确认过了吗？你平时总不来，搞不清楚状况就闭嘴。你疯了？敢这么对老板娘？什么老板娘？你们之前没听见吗？现在都在拟离婚协议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们没人脉，自然不知道。董事长属意的媳妇儿一直是祝家祝总，裴玲的身份。董事长来了。玲玲，哎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买了些新首饰和衣服，看看喜不喜欢。谢谢妈。什么破人脉，说的一点都不准。王经理，哎，来了来了。董事长，您怎么亲自来了呀？你们行政部风气不好，得抓一抓。欺压新来的职工，还爱造谣的员工，我们云天不欢迎。好的好的。刘威，你被开除了。不，董事长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听说的。董事长，走，走，我们去试试新衣服。啊，妈，今天首都大学的新楼竣工了，我和莫野还得去剪彩，那不正好打扮一下吗？我们周家的媳妇儿得有排场。来，走。妈，我真的要穿这身去吗？感觉有点像婚纱呀。现在啊，就流行这样的衣服，真好看。董事长，总裁叫我来接夫人去剪彩了。去吧，就穿这个去。哎，妈，我还是换件衣服吧，我觉得这件真的太张扬了。夫人，咱们要不还是先走吧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对，剪彩不能耽搁了。就我一个人吗？莫野已经到了。老板一早就去念新楼了，居然不等我，给他打电话也不接，你知道到底什么情况吗？应该是太忙了。剪彩活动这么累人的吗？
夫人，咱们要不还是先走吧，时间真的要来不及了。走吧，来，走。慢点啊。嗯。妈妈，给你。有请新娘入场。妈妈，我们去找爸爸吧。难怪我一直……你先说。难怪你要我穿婚纱。我一直想，等念念出院就给你补办婚礼。我知道你不喜欢热闹，所以只请了亲朋好友。你在哪儿找到的？他一直就在树上，没有人动他。那么婚礼开始，有请新娘新郎交换戒指，并相互交换誓言。我周末野愿意娶裴玲为妻，不管贫穷还是富贵，我都将爱她，尊重她，忠诚于她，直至死亡，把我们分开为止。我裴玲愿意让周末野成为我的丈夫，无论顺境或是逆境，贫穷或是富贵，我们都会相守一生，不离不弃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为止。裴玲，我爱你。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但愿我们不负朝夕，岁岁年年